大家好，同你講真，請大家一齊嚟聽下。我係聖公會基榮小學嘅現任嘅校長啦，我叫楊瑞湘啦。希望培育學生有韌性啦、堅持啦。我希望佢哋除咗讀書叻之外咧，做人都要叻。希望喺唔同嘅運動啊，或者係藝術方面咧，培育學生不斷學習求進嘅決心。最年輕嘅校長啊，因為我能夠咧喺一年咧365日裏邊咧跑步跑足365日，同埋我有一個都唔係幾容易老嘅樣。同你講真。Q time。咁年輕咧有一種係好有活力嘅感覺啦，咁我會俾家長會覺得有一種係冇時停同埋會有革新嘅感覺。咁至於個挑戰咧，就係我擁有多年嘅管理或者行政經驗，即係有3年嘅班主任經驗之後咧，我就已經係晉升做呢個管理層㗎啦。咁我喺管理度咧都有10多年嘅經驗。我正就唔係坐喺辦公室嘅校長啦，我由朝頭早起身，即係嚟到學校開始咧，咁我就會開始喺門口度當值啦，迎接我每一個學生翻嚟學校啦，咁亦都方便家長向我嘅查詢啦。如果可能係一啲落雨嘅天氣，我直情會擔把遮出去接佢哋啦。我平時小息嘅時候咧，都會同啲學生去玩啦，咁好多情況底下都係同學生打成一片嘅。另外咧，學生每一次都參加比賽啦，或者有唔同嘅活動嘅時候，我係首當其衝去做一個即係參與活動嘅人啦，好似中華文化日啊，或者係一啲模仿書中人物咧，我係第一個攞嚟角色扮演嘅人。K2、K3 嘅話咧，應該係重視興趣啦，同埋玩嘅活動比較多啲啦。希望透過佢嗰個社交場合去學習同與人溝通啦，同埋同人相處嗰種感覺啦。咁啟發到佢哋可以繼續參加唔同嘅班啦，或者係興趣活動啦。呢個先係啟發小朋友去繼續佢哋嘅活動啦，同埋興趣嘅起步點。其實咧，升中係咪 Band 1真係咁重要？我心目中咧，其實係最緊要對應到學生佢個學習能力啦。最緊要佢去到嗰間學校係咪喜歡嗰間學校，係咪配合到能力嘅需要。當然作為一個家長想揀 Band 1係非常之正常嘅，咁就要睇下佢能夠誘發到嗰個小朋友喺嗰個學習興趣上面有幾大。死讀書咧，唔係會讀唔成書，只不過會讀得比較辛苦。但喺有興趣底下去讀書咧，佢係自主學習嘅能力會高啲，咁自主學習能力高啲，讀 Band 1嘅機會就會大啲。100% 係可以嘅，咁你都知道啦。作為一個校長啦，或者作為一個管理層咧，每日都會面對好多唔同嘅壓力。我都係透過跑步咧去緩解唔同嘅壓力啦。咁其實個原理上面係一樣嘅。小朋友透過運動啦，唔好話一定係跑步啊，透過運動嚟講咧，其實已經可以緩解到好多嘅壓力㗎啦。因為唔同嘅運動咧，佢哋會得到快樂啦，或者係得到重新有力量嘅感覺。我哋有陣時成日都覺得做死同一樣嘢會太辛苦，但係我哋喺生活入邊加一點顏色落去咧，就會令到個學習更加豐富。所以咧，可以揀一樣自己中意嘅運動啦。我自己就揀咗跑步咧，去作為我減壓啦，同埋推動我繼續進步嘅一啲原動力啦。